靠先，仲有，即係今次係200米，大家唔使留噶啦。嗱，起步點剛才嗰度，終點只係識上路，但係記住，今次我哋嘅動作基本上係唔會拉長，行到揸低，手嚟行。我睇大家個速度去到幾多，能夠俾到幾多。記住，如果係跟唔切獎嘅，將你隻手指擺喺後面，用最殘忍嘅吞泡腰法做。OK， 明唔明？嗱，一啖氣嘅咋，但係唔好諗住我真係一啖氣，要聽鼓，輸都係我啫，我同，又係一個樣嘢，輸我嚇，記住。同埋仲有，因為時間非常之緊迫，落到嚟之後第2轉啦，即係換一個啫嚇。邊個？邊個？後面。喺後邊。得啦，係換佢嘅啫，記得唔好走散啊嚇。如果呢場嘅排位冇問題咧，我哋係照去㗎啦。OK， 落埋嚟，嗌下先。我嗌利豐，你就話有就得㗎啦。投翻手嚟，唔會掉尿袋啊！嚟到，有，嚟喎！哇！快啲開門掉落嚟喎！好用嚟。耳仔龍嚟啊！5分鐘後出發，自己幫乜？快啲！5分鐘。有乜貨幣係點啊？89張入面可以抽5張啦。牛哥努力！好，努力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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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顏寫你！努力！1、2、3。要對名咁啊，要對人名同埋對嗰個樣嘅，佢個樣喺度㗎，咁嚴謹，對翻嘅係啊，咁嚴冇錯啊，我哋要小心啲，唔好溝黃會咁生矛啊！哇，勁！咁係。冇問題，講得。200米公開錦標賽初賽 B 組第2次調集，第23200米公開錦標賽初賽 B 組第2次調集。但係你高清拍嗰啲係咪？咦？點解阿豬豬可以落去嘅？龍舟比賽啊，今日係。有冇影緊 video 啊？應該係練到喎。使唔使嗌禮？係咪橙色嗰隊啊？好，1、2、3，係啊！禮豐！幾好笑啊！
我影低㗎啦，啲罪證㗎啦，見到飛晒。邊啊？邊打要？香港個有隻應該影到呢隻。因為大陸人嗰個地方係細啲，整得咁慢嘅你哋。梗係 movie 啦，但係有冇得決賽啫？唔知我睇時間，7隊裏邊有4隊可以。佢唔係話睇而家頭先呢個嘅名次，我只係睇時間啊嘛，但係佢冇公佈時間嘅。就快㗎啦，通常都係過多5至10分鐘到啊。哦，有冇信心啊？有冇信心啊？有冇信心？有冇信心？好影張相啊！影相影相。我哋比賽。已經排完龍舟啦，個個都好攰咯。開晒未啊喂？好似話4咩？我開晒嚟㗎。教練啊，名死啊，就 Emin 佢哋。如果冇問題嘅，咁啊局自然㗎啦，咁啊大家執埋啲嘢就散水。時間禮拜3、禮拜5，嗱記住下禮拜係禮拜3、禮拜5日，禮拜5係啦，2日啊。如果冇問題，執齊自己嘅嘢，仲有啲水剩，有啲1分07之內嘅攬啲嘢走，1分07之內。因為我撳應該就係4月先有賽，第一次我哋都58秒咯，58秒之內，因為我。